歡迎收睇《東夫之應》。港人除咗北上吃喝玩樂，仲時興睇牙。大家身邊相信總係識得一兩個咁樣做㗎。除咗貪平之外啊，啲廣告寫到鬼咁吸引，話乜嘢上午植完牙，下晝就可以食蘋果。表面睇的確幾吸引㗎。不過好多時啲嘢就係因為睇表面至出事啊。香港牙醫學會之前進行嘅調查發現，每名牙醫平均每個月接收4名因為曾經到境外接受牙科服務而需要返港跟進嘅病人，其中最常見嘅就係植牙啦。到底境外牙科服務涉及誇張失實嘅廣告，有冇辦法規管呢？不過話又講返轉頭，本港牙醫尤其係公營牙科服務，長期存在僧多粥少、供不應求嘅情況。到底市民嘅剛需可以點樣滿足呢？東夫請嚟業界人士同議員同大家深入探討分析。事不宜遲，東夫各界即應。近年唔少香港人選擇北上睇牙，除咗免費或者超低價洗牙之外，亦有人會做喺香港收費比較貴嘅植牙項目。不過因植牙失敗、神經受損甚至發炎，要返嚟香港執手尾嘅個案，其實屢見不鮮。市面上更有大量跨境廣告，打着保養期超長等等嘅誇張口號來招攬顧客，但背後往往隱藏極大醫療風險。究竟本港前線牙醫接獲嘅補救個案情況有幾嚴峻？誇張宣傳又會帶嚟咩後果呢？平均4宗係泛指一般喺北上睇牙之後回港跟進嘅個案，唔係一定係事故嚟嘅。因為北上睇牙咧，除咗免費同埋超低價嘅洗牙最多之外咧，就係費用咧相對係比較多嘅植牙嘅項目啦。咁植牙失敗係分開初期失敗同埋後期失敗。初期失敗咧，有植牙選用嘅位置唔啱啦、鬆脫啦、發炎啦、神經損傷啊等等。後期嘅失敗咧，就有好多種唔同嘅原因引致到植體周圍嘅組織發炎、神經永久嘅傷害、骨質流失等等呢啲咁嘅因素咧，都係令到我哋翻到嚟香港咧補救嘅程序咧係會比較困難。咁失實、誇張、誤導嘅廣告咧，如果係冇適當嘅監管同埋規範咧，係會好容易誤導咗市民咧作出一個錯誤嘅選擇，從而咧危害到佢自己嘅健康。好似誇張嘅廣告，例如咧就係剝牙種牙好過補牙啊等等呢啲咁樣嘅情況，就話種牙係可以保用一世啊，呢啲係錯誤嘅資訊發布等等咧，係會好容易誤導到啲一般嘅老百姓去作出一個好錯誤嘅決定嘅。小心選擇啦，主診醫生嘅資歷要篩選同埋要清楚啦。越平當然越能夠信啦，便宜莫貪呢句係最好嘅一句金句啦。最好咧就係喺唔同嘅地方咧問多一兩個專業嘅意見啦。咁喺診治嘅時候咧就要保存多啲記錄啦，同埋收條啊等等。以後咧有乜嘢事情發生咧都可以容易跟進一啲。專業牙醫提醒市民切勿輕信誇張宣傳，但除咗市民自己要提高警惕之外，本港喺法例同監管層面亦被指存有灰色地帶，特別係面對跨境事故追討困難，以及本地公營牙科服務長期供不應求嘅根本問題，當局到底應該點樣從政策層面堵截源頭呢？現時咧見到咧喺本港咧，不論係網上啦，或者可能係一啲 van 仔車身啦，又或者係一啲鐵路嘅廣告咧，都見到好多咧係內地啊一啲嘅牙科宣傳啊，譬如可能有啲免費睇牙啊，甚至可能好低價但係好高質素嘅一啲嘅廣告嘅宣傳。其實可以見到呢樣嘢咧係因為咧對準咗香港咧，其實而家面對睇牙貴、睇牙難嘅問題嘅。咁而家見到喺香港呢一類嘅內地牙科嘅廣告咧係好泛濫嘅，而且係越嚟越普遍。我哋絕對係對呢一個無牌行醫咧係唔可以接受嘅。好似早前咧牙醫學會咧就揭發咗一啲嘅情況，就有兩個問題嘅。第一咧就係內地牙科機構喺香港開設一個諮詢處啦，提供免費嘅牙齒嘅檢查啦，或者洗牙等等嘅服務咧係作為招來嘅，可以用諮詢處，就唔係好似用診所咁樣。咁啊用咗呢個幌子咯，我自己會認為。而佢哋如果
呢個諮詢處提供服務嘅人呢，唔係香港嘅註冊牙醫，其實係有機會呢係屬於無牌行醫嘅。香港係有法例規管。正因為咁呢，衛生署其實早前呢執法呢都係北角呢拘捕咗一個人啦。如果知道有任何懷疑係違法嘅，用一啲嘅幌子嘅，好似今次咁用一啲諮詢處去諗住一瞞過大家嘅話呢，我就覺得政府當局呢係應該要加強執法嘅。目前香港牙醫呢係禁止賣廣告嘅，禁賣廣告呢個目的呢，其實就係避免市民做一啲不必要嘅醫療服務。我自己覺得香港應該可以考慮跟世衛嘅建議嘅，訂立一個口腔健康嘅目標。咁世衛個建議呢就係8020嘅，80係點解呢？即係80歲，20係點解呢？就希望80歲嘅時候保留至少20隻真嘅牙齒。所以一啲嘅境外嘅醫療機構有時呢就會叫啲人去啲牙齒唔整齊啊，不如剝咗佢啦，或者再種嗰一排新嘅牙，啲牙齒提濕濕啊，靚啲咁樣。呢個同保存牙齒嗰個理念，我自己覺得係相違背嘅。咁所以呢一類嘅跨境廣告呢，其實我哋都要有規管。呢一類嘅廣告呢，我覺得呢就絕對應該係要禁止嘅。另外啦，我就關於嗰個不良廣告醫藥條例，其實而家我哋香港呢都係有呢條條例嘅。不過呢，佢呢一個嘅不良廣告醫藥條例呢，其實對上一次修訂已經係2005年嘅啦。所以我自己個人認為可以檢討下條例涵蓋嘅牙科程序，並且賦權政府呢係咪可以移除呢一類違規嘅廣告，以禁止到呢啲境外嘅牙科機構呢喺香港賣廣告。由於大部分呢啲廣告呢都可能係好似我頭先所講啦，喺小巴車身啊、巴士車身啊、巴士站啊等等，政府其實可以同相關嘅機構啦，即係巴士公司啦或者港鐵呢協商禁止呢係接受呢啲廣告。我諗呢個都係從一個源頭呢導致到呢個問題嘅。跨境追討呢亦都係我自己好擔心呢個問題嘅。我自己認為呢就應該係要宣傳教育，呢一個係相當緊要嘅。政府應該係加強公眾教育啦，提醒市民唔應該呢係接受一啲不必要嘅醫療或者係牙科嘅程序。就算真係需要北上求醫或者睇牙啦，市民應該點樣揀呢？可以考慮呢參考好似長者醫療券大灣區試點計劃。咁呢一個試點計劃裏面呢，有啲機構呢其實已經係受到政府認證咗嘅，佢哋嘅質素同埋安全呢係較有保證嘅。因為既然兩邊同內地嗰方面嘅機構都有一個恆常嘅溝通，係咪可以再進一步呢？咁如果萬一有啲咩投訴呢，相信可以有一個更加積極去處理，又希望內地嗰啲嘅部門呢能夠加強去監管。我自己個人覺得呢，本港唔應該將呢個治療病人嘅主體責任呢轉嫁去其他城市嘅，我哋應該係透過長者醫療券大灣區試點計劃，便利長者喺內地睇牙啦。呢個其實應該只係過渡性嘅措施嚟嘅，長遠其實呢，我哋應該加強翻我哋本地嘅牙科嘅服務，呢個先係最重要。係我哋要善用我哋嘅牙科嘅護理專業人員。喺前年呢，我哋又通過修訂咗呢個牙醫註冊條例啦，為牙專人員呢就設立咗一個法定嘅註冊制度，容許呢牙科治療師喺私營嘅機構執業，就能夠增加到人手同埋服務供應，可以幫到市民呢用較低嘅價錢呢係用到相關嘅服務啦。咁另一點啊，當然最重要呢就係加強呢個公營牙科服務啦。咁所以我認為政府最終要解決呢個問題，政府係應該要檢視現行嘅公營牙科服務嘅系統，包括呢個牙科街症嘅配額啦，因為而家一路都係好少，同埋應該要規劃呢我哋一啲新發展區嘅時候呢，係咪都要預留土地去興建一啲嘅公營牙科診所，強化我哋呢方面嘅服務嘅定位。咁所以如果我哋喺趁住規劃新發展區嘅時候，係咪都應該要諗下我哋公營牙科服務可唔可以再擴大啲呢？係咪可以揾地方去興建一個比較即係全面啲嘅公營牙科診所，真係服務到我哋香港市民呢？咁就可以避免我哋本港嘅市民呢要北上求醫去睇牙呢個問題，從而可能減少到好多不必要嘅醫療事故啊，同埋醫療投訴嘅。廣告翻嚟繼續同大家東呼即應。貸款想快又想低息，我要晒。有得啫！安信兄弟24/7即批即過數，實際利率低至1.19%，即搵安信兄弟你嘅緊急聯絡人。中谷借錢梗要還，咪俾錢中介。繼續東呼即應嗱，好多人成日咧嘈冤巴閉啊、詐咁，都會辯稱自己係鬼仔啊或者鬼妹仔性格啊。
咁事實上咧，部分外國人又的確表現得奔放咗少少嘅。嗱，網上最近流傳一段影片，幾個打大赤肋嘅外籍漢啊，喺商場同港鐵車廂手舞足蹈、大呼小叫，而且喺港鐵車廂裏邊呢，仲大玩吊環等各種體操，甚至對住其他乘客嗌生晒，完全無視其他人嘅感受啊！唔少網民咧都痛批呢種擾民行為，有人直斥係咪深山出嚟影衰自己國家，亦有唔少留言呼籲有關方面執法驅趕啊！值得注意嘅係啊，點解可以跟拍咁耐呢？鏡頭由商場一直跟到去港鐵車廂，估計呢一係就有人擺拍博流量，一係班友呢就根本完全唔 care， 你有你影，你有你眼望望，我有我自得其樂，放飛自我，睬你哋都傻啊！事實上之前公交西客系列咧，大多數主角都被指嚟自內地，今次終於有外國演員參演，引嚟唔少唔知係曲定直嘅評論啊！有留言話外國人真係好熱情，佢哋太愛香港啦 ，welcome！ 亦有人評論話 OK 啦，外國人冇所謂啦。更多嘅就係好似呢位網民咁直斥，香港人見到外國人即刻變鵪鶉，見到大陸人即刻變英雄。係咯，都係嗰句擾民行為無分國籍，見到咧就應該面斥不雅，順道練下英文都好啊！如果你用英文同對方理論都講得贏對方，咁就足以證明你嘅英語能力已經爐火純青啦！掂啊！好啦，今集節目時間差唔多，大家有咩申訴記得致電我哋爆料熱線36003600，等我哋第一時間同大家東呼即應。拜拜。